30萬可以買到乜柒啊，大佬？話俾你聽，30萬喺呢個地方，你可以擁有一棟有天有地、有前後花園、有入戶溫泉、有自然水景嘅超級無敵大別墅。你想唔想擁有？呢度啊，只不過係成棟別墅嘅其中一部分咋。咁正嘅後花園，溫泉直接到戶，哇，幾正啊！呢個客廳3個部分：廚房、會客廳、飲茶室、前花園大到同時容納20-30個朋友仔喺度 BBQ， 喺度遊玩，一啲問題都冇啊！仲設計咗一間獨立嘅套間，2樓整咗2個獨立嘅套間，一望無際。第二間正啊，無敵嘅主人房啊！呢個就係我哋嘅爸爸媽媽住嘅地方啦。呢個露台仔嚟嘅咋，同你講啊，呢度先係真真正正嘅天空露營大露台啊！如果你想將自己嘅屋企變得更加之豪華、更加之大，呢個位置加建一層，一啲問題都冇。喂，5000幾尺嘅別墅，首期只需要30萬咋，有興趣同我做鄰居啊？